过年期间，不少宫庙拢会举办跋杯活动。来看，伫咧台南市草的大众庙有准备高底金牌，吸引真侪民众去跋。因为屏东归来朱天宫上大奖嘛有200万的现金，爱连续跋到20个上杯才摕到。 这三一透早，庙内四界拢是人，全拢是为着来跋杯试手气。台南市草大众庙今年因为真有名的游学太子爷自驾过年，庙方准备9个金牌、纯金的破链甲红包等奖品，互民众初1到初3跋杯比杯，前2天已经送出6个金牌。12最后一天，吸引真侪民众来行村跋杯。有些太子爷走过台湾1100庙，第1100庙，伊是无宫无庙。 标榜就是无咧募款的，所以今年特别交代，就是制作纯金3分铁铸条。所谓3分，就是天命、机缘、福气。民众穿红衫来跋杯，希望添喜气、求好运。台湾不少宫庙伫过年期间推出跋杯比杯活动。屏东归来朱天宫初1、初2同款，因为跋杯闹热滚滚，上大奖现金200万，吸引至少2万人来参加。 我跋两遍，拢3杯4杯，我过无杯我就无跋。6点就开始比 K 啦，佮上最准11杯尔。上大奖爱连跋20个圣杯，最后并无送出，部分民众感觉伤困难。庙方嘛说明，其实奖品奖金拢是厂商提供，互民众免费参加。信徒要去那个跋这个杯掉的，一般这是20杯，他们这个是优先贵的就在那里了。 所以我们还是近代有缘人啊！对了，就算无得大奖，嘛袂影响民众去庙林行村的兴致。虔诚的拜拜参休，唔那要为新的一年博一个好彩头，嘛希望新的一年会使平平安安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台南屏东报道。